個禮拜唔係過新車，呢個禮拜跳樓機嚟嘅禮拜係跌3000點破盡紀錄啊！好彩有做對沖，你如果冇做對沖嘅話咧，一個清明假期冇1000萬，你即係激死自己揾山敗嘅啫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不論係指數定股票市場，一直都受到外圍嘅政治同經濟因素影響。就好似早前港股就因為中美矛盾升溫，一度大跌3000點。喺呢個充滿變數、波動可以非常大嘅市場環境下，我哋應該點樣自處呢？今次 JK Sir 就會獨家揭秘佢一套期權混合策略，教我哋喺市況未明朗嘅時候，點樣可以好好保護自己嘅投資倉位，避免受到市場波動拖累而造成虧損，甚至捕捉機會反手獲利。呢個位置下創下嘅格局又唔係咁肯定大單邊，其實轉頭又彈多300點，但係最後咧有裂口急跌嘅呢個。其實做短倉，我覺得嗰個適合性會輕微高啲嘅。我而家係做咗少少遠嘅 long put、近嘅 short put，一個合成嘅策略咧，唔係太高成本地呢一個週末提防佢突然之間大跌，就順便保護埋手上有啲股票冇期權，因為你知道個道理就係咩咧？呢個組合啊同平時有唔同咧，平時肯定佢大跌，我咪齋 long put 咪倍數咯個效應。但係咧，如果佢橫行或者微升嗰啲嘅話咧，其實 long put 會損耗時間值嘅。而家你覺得個幅度有疑問啊嘛，所以咧 long 近 short 遠嘅好處就係佢會幫補到你1半以上嘅時間值耗損。咁所以咧指數咧我就點都開住啲 short call，你要當係保護住啲成個倉位又好。即係呢一個係我心目中，如果我上一陣有利潤嘅話，我食完糊咧佢彈翻少少，我一定擺翻一部分本金擺呢個位置。3個半交易日咋？呢個市咧即係呢一個瘋狂嘅程度咧，當入史冊㗎啦。即係100年後，我哋啲子孫睇翻轉頭咧，會有呢一招嘅。立即報名，限時免費教學講座，期權大師 JK 手把手教你點樣掌握港股市場節奏，用知識技術提高勝算，用期權策略倍化利潤。